嘉义布地有一个10岁小男童出门倒粪扫，互一只乌狗踢甲肉，小男童是惊狂逃命。加在当时有其他人帮忙出声，甲狗仔喝，狗仔才无继续来捉囡仔。在地乡亲讲，这只乌狗敢若是有人饲，拢会共肉一直吠，真可怕。相关的单位已经到场了解，将会调查甲追究到狗主人的责任。查甫囡仔出门倒粪扫，行伫咧路边，雄雄后壁一只狗仔伫咧家吠。查甫囡仔回头看，乌狗就走愈紧，要家掠。查甫囡仔行较紧，甲粪扫等下紧走，毋过乌狗继续掠，后来才去掠粪扫车，互囡仔惊一个破胆。这狗就到过去，这你啊就不就别人搞了，然后我较过。有甲斗化啦。拄好垃圾车来，迄只狗就位啊走出来，因走去啊，拄好迄个他住伫咧甲伊讲话迄个男生，就伫遐甲伊画迄只狗，迄只狗较挺的，较无个对去。第二就发生伫咧嘉义县布地镇永安里，28号只一岁10岁查甫囡仔下晡要去倒粪扫，毋过煞捡乌狗肉，加在闪真紧，嘛有别个民众来到吓惊狗仔。附近的居民讲，这野狗真多，粪扫车拿来地去了，互当地居民是真困扰。即马佫会遛囡仔，希望主管机关会当到协助处理。家己也走嘛好，无需要家己。有当时啊4、5只嘛有啊，但是行出啊一车机车出去嘛拢会遛噶。相关单位嘛派人来看，遛人的乌狗敢若是负人咧饲，会追究主人的责任。如果查有未完成事主责任，将最低开罚8万3。因为该犬只出入公众场合没有7岁以上的人伴同，已经造成疏纵，最高将开罚1万5。狗仔发现有人挖过来，就开始吠个了，主人就要好好鼓励，莫互厝边头尾人惊吓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